大家平安。今天5月16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如明亮晨星带着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一道的曙光。我们一起来敬拜。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它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去原为我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甜美快乐的笑容，众生徒同祭在明亮圣城，满心欢颂赞美主大恩。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你为了我们降生在这世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再绝望，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
与慈爱。主，你的恩典，你的仁慈在我们当中帮助着我们。主，愿主你继续的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生命满有主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将这样的一份希望，这样的恩典去传给更多的人。主，当我们聚集，你要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悦纳我们的摆上，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5月16日，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7章第17节到第24节。列王纪上第17章第17节到第24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过了一段时间，寡妇的儿子生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寡妇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以利亚说：把孩子交给我。他从寡妇怀里把孩子抱过来，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放在床上。然后以利亚大声祷告：上主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给这寡妇呢？我借宿在他家里，你却叫他的儿子死。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身上祈求说：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还魂吧。上主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使孩子还魂，活了过来。以利亚把孩子抱回楼下，交给他母亲，对他说：看哪，你的孩子活了。寡妇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7章第17节到第24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今天的经文。大家平安。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也是延续昨天的经文。在昨天经文里面提到，上帝差遣以利亚去对亚哈王来说话。因为这亚哈王，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会看到其实他就是得罪了上帝。他做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做了比之前的王更糟糕的事，所以他也依然带着以色列人去拜别的神。在当中我们看到他又把巴力把耶洗别引了进来，在这国度里面建造了庙宇，在这国度里面也要去拜这样的神。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没有来敬拜上帝。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悔改，回到上帝面前。昨天我们也提到一些景象，当以利亚去跟亚哈王讲完之后，上帝要让他去躲在那基利西那边。
在那里他看到几个景象，一个是上帝让乌鸦去供应他的需要，第二个景象是看到基利溪的水已经干涸了，第三个是上帝让他去住在这妇女的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前面新闻也会提到说，到底一个人来是带来的祝福还是带来的诅咒，是带来好的事情还是负面的事情。所以在当中很多事情都这样交织着，然而在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上帝的心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了基利溪，然后跟这寡妇住了一段时间，他去到那边去经历到那种罐子里的面粉用不完，瓶子里的油用不尽的，也就是他们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所以这个寡妇也去经历到这一些，而这个以利亚他也去经历这一些。所以当他跟这妇女要的时候，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么一点，我们吃完就等死吧。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绝望，但是他们来讲其实也有盼望，还有东西可以吃的话，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当中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也去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寡妇的家庭，怎么样来带领以利亚，让他们的生命回到上帝面前，让他们的生命经历到上帝的公义，让他们的生命持续的进入到这个里面。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跟这个寡妇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寡妇的儿子生病死了，所以他生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跟这个寡妇一样，就觉得你来我给你吃，我经历到这样的恩典，但是最后我的儿子死了，那这样的过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都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上帝的供应，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很多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然而在最后面对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跌倒了，他爬不起来了，他掉落到谷底了，他无法好好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常是如此，面对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软弱，很多痛苦，甚至将之前的事情都抹灭掉了。我们看到这寡妇的反应跟我们许多人的反应是一样的，当面对到这一刻的时候，心里面应该是很多人难过，而这样难过当中，也来到以利亚的面前，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在这当中去反映他的情绪，是那种很不开心的难过的情绪，到后来是愤怒了，因为你的来到，我的儿子死了，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如果你没有来，上帝就不会记得这个。如果你没有来到这当中，其实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与你同在，所以来到这当中，让上帝唤起了上帝对我的印象，对我的记忆，所以让我的儿子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也觉得很好笑啊，前面不是说已经要等死了吗？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却又回来说上帝要惩罚我，你让上帝记起了这些，要让上帝来惩罚我。而我们生命不也就是这样子吗？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然而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竭尽所能的埋怨、抱怨，甚至是指责。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跟寡妇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想起很多事情，也在当中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对自己的罪，我们对上帝，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面对到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很难回答。我也知道很多人在抱怨，很多人在用很多的话在攻击，在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情绪。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争辩的时候，只是放大这样的情绪，只是让这样的状况被放大了。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他说把孩子交给我，他抱过这个孩子带到楼上放在床上。后来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在保罗在彼得他们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把孩子带到楼上他住的地方，所以他所做的不是在那边争辩，不是在那边教导什么，不是在那边做的其他事情，而是把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会陷入在那个情绪里面，在别人情绪来的时候，我们被陷入在那当中。别人生气，我们要比他更大声，要赢过他。别人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怎么样去解释给他听，甚至要把他的情绪压下来，用各种方式。但是我们看在当中，以利亚他所做的并不是如此。他跟这寡妇讲，把你的孩子给我，然后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许不是在圣殿，他带到楼上的房间，然后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其实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在当中我们都很害怕上帝的作为不在这当中，我们很害怕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所做的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大声的祷告。他说，上主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在这寡妇呢？在当中他所看到的，这也是一个灾祸临到这个孩子，他所看到的跟这妇女有时候也是一样，觉得这是一个灾祸临到这个家庭。所以他讲到说，为什么降灾祸给这寡妇呢？我借住在他家里，你却叫他儿子死。很多时候我们都定义这样的事情，降灾祸在当中，我们的临到就是降灾祸，上帝的作为就是一种灾祸，而这或许也就是一种灾祸，让这个孩子死。然而当我们在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也不尽然，或许这也是一种恩典。前面经文讲到说，有一个孩子死了，但是后续跟他的家人来比的话，他的状况是一种恩典。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看，而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也不是在指责以利亚什么，而是在当中看到的是以利亚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交在上帝的手中，也让上帝看到，也跟上帝来诉说，这样的灾祸为什么要临到我们呢？我们看到刚刚讲到说，以利亚他大声的向上帝祷告，而这边也看到说，以利亚不单单只是一次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完就赶快离开了。以利亚在那边祷告之后，可能再看看这孩子，也继续的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这边讲到说，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身上，3次的祈求上帝，上主啊，我的上帝，求你使这孩子还魂吧。上主啊，我的上帝，求你使这个孩子醒过来吧。上主啊，我的上帝，求你使这孩子活过来吧。在当中他这样的祷告，也或许也类似一个父亲的祷告。这个孩子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关系，然而他们也在当中住了一段时间，他也知道这个孩子，而这也是上帝让他跟这个家庭住在一起，所以他也很恳切的求上帝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一连祷告了3次。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过就过去了？常常也是像我以前在讲的，我们常常只是一个形式性的。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所做的不是一个形式性的，而是完全投入的求上帝真实的在当中来掌权，在这当中来行大事。当我们在看这2天经文的时候，看到以利亚，会发现其实以利亚跟上帝是有互动的。上帝叫他去做他就去做，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就去，而且上帝所给他的就必然应允。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这样祷告，上主垂听了。上主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使孩子还魂，使孩子活了过来，让这个孩子醒了过来。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说阿们阿们，但是我们心并没有真的阿们。虽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发自内心，我诚心诚意的祷告，但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是不信。所以在这里面是真的是要让我们来学习，
我们所祷告的，我们真的信吗？这些内容真的信吗？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在当中掌权吗？我们真的相信上帝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吗？常常我们的祷告，我们是觉得这样子，但是我们言不由衷，我们所说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真的信。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祷告，上帝垂听了，也这样去实现了。所以当这个孩子醒过来，以利亚就抱着孩子交给他的母亲，跟他说，看啊，你的孩子活了。所以在这整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会说，这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在这孩子身上，要让这母亲去看到上帝确实在他们当中，也要祝福在他们当中。因为这个孩子是这寡妇唯一的希望，当他死了，他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当这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还有希望，未来还可以继承家业，未来还能够帮助他过每一天。所以这孩子活了，对他来讲，也就是这种绝望再次的唤醒，让他带着这样的盼望，让他重新有这样的希望。所以看啊，你的孩子活了。最后这个寡妇在讲说，我真的相信你。我们常常需要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才能回来说，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在当中，也就是为什么耶稣那时代要行这么多的神迹，其实也是回来印证着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上帝与他同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去分辨，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讲那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这时代，我们只能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验证。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人使用圣经但却讲另外一套，使用圣经却把人带偏离了。所以我们需要更明白圣经，回到上帝的心意。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所说的所做的，或许这妇女也去经历到。最好的经历就是她每天都有面粉，每天都有橄榄油可以用，虽然都不多，但都足够他们每一餐的使用。她需要多少，她这样用，剩下的都还是一样，所以她不缺乏。但是这样的事情慢慢的淡忘掉了。虽然每天看到这个，有没有感觉到这妇女她所经历的，也就是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当她去经历这些的时候，她却又遗忘了。这时候这么大的神迹的时候，她才又回来说，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也像这寡妇一样，真的我们经历到很多的神迹，我们经历到很多上帝的大能，很多事情我们一开始就哇怎么会是这样子，到后来我们习惯了，就觉得本该这样子。当没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抱怨，而在当中遇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当初的哇，我们已经不记得当初的感谢了，我们只有满心的那一种埋怨跟抱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上帝要惩罚我，上帝怎么样，但是忘记了每天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一种给寡妇的这个油跟面粉，也很像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旷野当中能够喝到水，能够吃到玛拿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这是习以为常，这是应该的。后来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有肉吃？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遗忘了我要在我们身边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遗忘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只是一直在求，一直在抱怨。各位弟兄姐妹，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心意。因此在这两个人我们所看到的，在寡妇的身上，她身边一直有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
但是他却又回来在当中去讲说上帝不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来惩罚我们。另外这个以利亚让我们看到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先回到上帝面前，即使是要让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也先回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去跟上帝说，求上帝让这个孩子还魂，让这个孩子活过来。各位弟兄姐妹，在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哪一种？所以我们不要一直陷入在那抱怨，而是我们一直需要看到上帝在我们每天当中给我们的恩典，而遇到这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将这些摆在上帝手中，让上帝亲自来动工。当我们再次的读了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回来看今天经文上帝要对你说什么，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默想今天的话语，默想今天上帝的经文，默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来领受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亲爱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敏锐的去察觉到我们生命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也一直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你都供应。然而主，我们常常不满足于如此，我们也常常遗忘了这些，愿主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更深的去经历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亲爱的主，恳求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经历这许多的恩典，也经历这许多上帝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主啊，帮助我们凡事回到你面前，面对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将这些摆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所有难处，将我们许多有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面前，
愿主你医治，愿主你帮助。线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一起来到主人面前，来享受上帝的同在，领受上帝的话语，经历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你。